歡迎總裁返屋企啊！珠海南灣富人區可以同時集合一線嘅珊瑚海景觀、私家會所、嶺南中式園林以及冰雪公園，咁梗係呢個單位係絕無僅有嘅，75個你就可以輕鬆攞低呢一套169平方嘅豪裝4房單位啦。單單呢個客廳已經去到50個平方米啦，而且帶住270度嘅 IMAX 一線珊瑚海景觀啊！我個人真係中意得不得了啊！南北通透嘅設計，呢個廚房包括呢啲廚房三件套啊，3造眼嘅呢個廚具啊，以及呢個萬幾蚊一部嘅洗碗機啊，以及後箱消毒櫃、廚房嘅獨立空調以及呢啲碎骨機都係交付標準。北向嘅露台可以做到一個洗衣晾曬嘅功能。去到南平華發商都啊，就係得1公里嘅距離就可以去得到啦。攝影師再次睇下呢個景觀得唔得啊？非常之 OK， 可以滿足你一家3代人同時喺呢度居住，改善真係非常之 OK。後面就係可以作為你嘅長輩嘅房間啦，帶咗一個洗手間，非常方便，同埋係雙星盤嘅，都係用住杜拉維特嘅衛浴馬桶，非常 OK。仲做咗一個獨梯獨戶入到嚟嘅，私密性同尊貴感一下子拉滿。呢兩間可以作為你嘅兒童房間啦、仔仔女女房啦。包括呢啲護牆板都係交付標準，都係蒙住一線嘅珊瑚景觀啊！呢個 background 我個人真係特別中意。主人房啊，似唔似5星級嘅套房啊？每日瞓醒睇住呢啲景觀，心情真係會非常之加分。仲帶咗一個女主人絕對唔會拒絕嘅衣帽間，仲有主人房嘅套間，每一日浸住泡泡浴。仲望住咁靚嘅一個景觀啊，真係唔活多10年都對唔起你啊！75個輕鬆攞低珠海南灣富人區嘅呢一套169平方豪裝4房，去到南平華發商都只需要1公里嘅距離，返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拱北口岸僅需要10分鐘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